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伫社会咧行搭，做事大人拢会望讲，今日是说平安就好，唔通甲人安尼乌亮，唔通甲人安尼硬叉拍硬钱，唔通甲人安尼激气。有一句成语讲做出头算角，我相信你加减捌听。社会有国情啊，有一句话，出头。当然，迄个角就互斩掉，安尼叫做算角。讲到就会通啊死你的成语啊！毋过，国情认真去变呢。本来人咧讲出头算角，应用嘛会合。毋过原底即句话吼，解说无共，是当时的解说无共。日本时代字典共即句话记载有前差，发音嘛有前差。原底人是讲叫做出头算道。国情啊，啥叫做算道？来，咱看看来甲听。朋友，咱互相来做参考。啥做斗？斗就是颔棍。敢有影？有咯。社会即马阁有一句话阁保存条，讲叫做吊斗行地路。哦，对呢，国情啊，是安那讲叫做吊斗，就是吊颔棍，毋则讲斗就是颔棍。所以你若出头的时阵，算，互人甲你算颔棍，算的动作就是安尼算掉的。所以出头算斗，安尼我哪会通呢？对啦。日本时代人咧讲出头算斗，出头算斗，讲到尾啊，即马毋则变做出头算角。哦，国情啊，这有意思，对，有意思。还佫一句，我招你互相探讨。有诶吼，咱来看着讲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来过往，咱会替伊毋甘。伊诶爸母白头鬃安尼送乌头鬃咧，这是世间上悲哀诶代志。喙动喙有一句口语成语，咱讲可怜迄个人心长命。社会有影有一句话，讲这个人吼，六骹长手，高强大汉，偏偏少年就治病，安尼叫做心长命短。结果国情共款去查，国情共款去变，看到大理大书典内底，原来精查一字呢，毋是讲心长命短，心长敢若国情头拄仔咧形容，迄个人看到都健康，红高赤齿，安尼叫做心长，毋是。原底人讲叫做生长命短。日本时代字典就安尼写，哦。安尼咱就理解，原来老爸咧讲的生长命短，就是讲虽然生长，啊，毋过可惜命短。原来爸母安尼红幼幼甲捏甲遮大汉，用去偌济光阴，结果可怜，到甲壮年，煞来低命，煞来离开世间。安尼讲做生长命短，毋则讲古早的代志甲现代，有完有精差，咱来对比。